片場探班的燈光總是刺白而冷靜的，但那天橫店的空氣裡浮動着某種沾稠的躁動。續育拍攝進入第3個月，正是全劇情感濃度最高的對手戲階段。張凌克與田曦薇飾演的亂世夫妻要在廢墟般的城樓上完成一場訣別前的擁吻。監視戲後的導演周偉成習慣性舉起左手，預備在第10秒喊停。這是行活吻戲不宜過長，情緒到了就該撤。可鏡頭裡，張凌克的睫毛在田曦薇顴骨上投下的陰影持續顫動，他讚着他戰袍撕裂處的手指節泛白，兩人像被焊死在烽火狼煙裡，直到長霧般動軌道的聲音炸響，導演連喊3聲卡，田曦薇才猛地彈開，嘴角懸掛着沒擦淨的胭脂血，張凌克的喉裂滾了滾，低頭去檢掉在地上的玉佩道具，已沾紅得能滴血。這段花絮在3天後流上網。標題帶着驚嘆號直衝熱搜榜首，評論勾瞬間分裂成兩大陣營，一方篤定這是公費戀愛的鐵證，另一方冷笑演運的基本素養皮了。可當我們剝開娛樂工業的表皮，卻發現這場不喊卡風波恰似一面棱鏡，折射出的遠不止兩個人的曖昧，而是整個影視生態裡關於真實與表演、職業與私域之間那條永遠在晃動的邊界線。把時間倒回開拍前的劇本為逗繪，張凌克對着他墊腳吻他下頜傷疤的描寫突然笑場，田曦薇拿劇本拍他肩膀，你笑點好怪哦。那時兩人剛結束上一部古裝劇的宣傳工作，全保持着客氣的同事距離。真正讓關係產生微妙化學反應的是第27場雨夜互訴衷腸的戲。道具組的人工降雨系統出了故障，水管爆裂導致大水漫灌，兩人被困在搖搖欲墜的茅草亭裡足足40分鐘。監視器裡，張凌克本能地退下外袍罩在田曦薇頭上，自己半邊肩膀淋得透濕，而田曦薇墊腳去擦他眉心水珠的動作，完全超出了劇本標注的互望範疇。執行導演後來在採訪裡說，那天的素材根本不能用，因為兩個人的眼神裡全是驚慌和關心，根本不是角色該有的仇恨與試探。可恰是這段廢片被剪進劇組那部賀歲視頻後悄然流傳，成了 CP 粉最早的考古堂。但如果我們稍微了解表演心理學的情緒記憶理論，就會明白這種越界多麼常見。當演員連續數月沉浸在高強度的情感揮奮中，神經系統會本能地將搭檔的肢體接觸與多巴胺分泌掛鈎，這是生理反應，而非心靈契約。張凌克的經紀人在一次行業論壇上隱晦提過，他每曬清一部愛情戲都會去健身房斷捨離，用器械訓練重置身體記憶。田曦薇則被同組演運爆料，收工後永遠第一個卸妝換回衛衣，仿佛要把角色的魂魄從皮膚上撕下來。可這些理性的佐證，在短視頻平台上被剪成避嫌證據，反而加劇了猜測的瘋狂。最耐人尋味的轉折發生在官方放出不喊卡完整片段之後。長鏡頭裡，導演其實在第7秒就小聲說了過，但兩人已默故障沒引見。那多出來的4秒擁抱裡，張凌克的呼吸明顯在調整節奏，從角色的急速回歸本人的平緩。田曦薇的指尖從攢緊布料變為輕輕重開，甚至有一個瞬間，他似乎在憋笑，那是演暈出戲時常見的自我提醒。可當這段素材被逐正分析，某些營銷號故意消去環境音，配上漸眠的情歌 BGM， 硬生生把技術性言之包裝成情難自已。更揮劇的是，當天晚上兩人不約而同發了營業微博，張凌克曬的是劇本上密密麻麻的筆記，田曦薇貼的是和化妝師的搞怪合照，文案都帶着感謝導演指導的官方腔調。這種去曖昧化的公關操作，在粉絲眼裡反而成了此地無銀300兩。超話裡立刻衝現出顯微鏡女孩分析兩人微博發布時間差，用了同款濾鏡，巧合地提到同一部老電影。數據監測顯示，這場風波帶嚟的熱度峰值出現在第6天，恰好是續育預約量突破200萬的節點。製作方雖未表態，但次日發布的預告片中，刻意延長了3秒兩人對視的特寫鏡頭。資本的嗅覺永遠靈敏，他不愧成人炒作，卻佢用剪輯刀鋒畫，勝着觀眾的想象邊界。
若是把眼光放遠，內如類似的入戲疑雲早已構成一部印型的編年史。從早年某對武俠劇搭檔被傳因輝生情，到近年多部甜寵劇主角售後營業模糊現實，觀眾似乎永遠在期待屏幕裏的愛情日出屏幕。但心理學有個情感歸因偏差概念，指人容易把情景引發的生理喚醒，比如心跳加速，認為是對方個人魅力的結果。拍攝現場的燈光、配樂、群眾演運的注視，甚至服裝施束緊的腰封，都在人為製造這種心動錯覺。張凌克在《逐玉》曬青宴上舉杯時說：我最感謝的不是自己，是那些每天凌晨4點起來做特效化妝的師傅們。這句話被淹沒在狂歡裡，但細想極有分量。演運比觀眾更清楚，那些動情的瞬間有多少是演出來的，有多少是製造出來的。田曦薇的表演老師曾分享過她的訓練方法，每次拍完重頭戲，她會立刻在手腕上綁根皮筋彈自己一下，用輕微痛感切斷情緒鏈條。這種近乎殘酷的自我隔離，恰恰證明專業演員與角色之間的清醒界限。可矛盾的是，市場又需要他們販肉真實感，採訪裡的露出羞澀微笑，綜藝裡要配合玩曖昧遊戲，社交平台必須經營氛圍感。於是我們看見張凌克在直播時被問及敏輝感受，第一反應是背出一段表演理論。田曦薇在雜誌採訪中提到只是工作，轉眼被截成冷漠回應工人咀嚼。他們活在一種奇異的雙重曝光裡，明處是敬業打工人，暗處是觀眾情感的寄存舉，而每一次不喊卡的偶發事件，都具備賽進太多本不足於當事人的故事。其實行業內早有人試圖瓦解這種過度解構。曾執導過多部爆款劇的資深導演在接受播客訪談時直言，他拍吻戲最怕演運太精準，因為連呼吸頻率都設計好的親密是災難。但同樣警惕太沉浸，因為那會毀掉下一條鏡頭的連貫性。他舉了個精妙的比喻，好演運應該像調音師，能在共鳴與失真之間找到黃金分割點。逐玉的聶影指導則在私下交流中說，那天所謂的不喊卡，在技術上根本是個笑話。現場有3個機位同時收音，導演的停通過擴音器傳到演員耳返前，已經被環境噪音延至了1.5秒，兩人手裏的暖手寶還在冒着熱氣，那是冬天拍戲防止嘴唇凍僵的設備。任何物理接觸都隔着3層保暖納衣和2件古裝棉袍。這些冷冰冰的工業細節，或苦比任何逐證分析都更接近真相。但互聯網的敘事邏輯從來不是求真，而是求趣。當張凌克田曦薇假戲真做成為社交貨幣，人們轉發的不是疑問，而是自己渴望看到的愛情範本。那些在評論歐高喊稱公開的賬號，可能上午剛合完另一對 CP 的 B 美學，下午就能轉移罵炒作家。這種集體模擬式的狂歡，本質上是對現實生活中匱乏情感連接的一種代償。我們渴望在別人身上驗證愛情奇蹟的可能性，哪怕那只是聶影棚裡精心計算的光影魔術。值得玩味的是，兩位當事人的後續動作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平衡藝術。張凌克在熱搜發酵第3天，主動在粉絲群發了鍛鍊劍花絮，配文收工後的快樂是肌肉記憶給的，故意用肌肉記憶這種生理學術語解構浪漫聯想。田曦薇則空降超話，連回3條關於入戲的提問，其中一條寫道：我演的角色永遠留在了劇本裡，但我每天都會喝到馬馬燉的湯，把焦點曳回生活機裡。這種去揮劇化的回應策略，反而暴露了他們對抗流量的疲憊。當你演了太多次心情，連吃毒飯都得用角色已死來證明自己的普通。製片人劉女士在行業群裡的發言被截圖流出，她說：我們選角時就看中他倆的抽離能力。張凌克能在一場哭戲後5秒鐘講冷笑話，田曦薇剛拍完捅刀子的戲就能問晚飯吃雜麼？這種人才是劇組的定海神鉗。可惜理性聲音永遠在熱搜廣場的角落裡打轉，點讚量不及一個曖昧動圖的零頭。更深的悖論在於，如果某天兩人真的宣布戀情，支持者會歡呼我的 CP 是真的，
反對者佢怒斥職業素養低下，而如果兩人各自分家，又佢被奚落，果然都是演。無論真相如何，他們都注定輸給公眾預設的劇本。於是我們回到那個最初的畫面，導演喊停後，兩人重開彼此。將凌克的後背被威亞勒出紅痕，田希薇的假睫毛掉了一撮在衣領上。場務遞來保溫杯時，將凌克先擰開夾子遞給田希薇，這動作讓圍觀者又倒吸一口氣。可這不過是橫店片場默認的紳士禮儀，他給每個女演員都領過評核。田希薇接過嚟喝了口溫水，突然指着將凌克的臉笑：你口供蹭到鼻尖了。兩人對着手機前置攝像頭擦了半天，最後是化妝師拿着酒精棉片過嚟處理。這個未被剪輯進任何花絮的瞬間，或許才是真實的全部。兩個年輕演員在漫長的路作間隙裏，保持着同行的默契與善意。那些被鏡頭放大的心情，不過是職業素養濺出的微小火星，轉眼就被長記版的咔嚓聲複合。收工後，將凌克坐上車翻看明天的通告單，田希薇靠在椅背上給媽媽發語音：今天列速組，給我留碗酒釀丸子。司機師傅調低了電台音量，夜色裏橫店麥盞燈火次第亮起，每扇窗戶裏都睡着千千萬萬個角色與自己糾纏的靈魂。我們到底在期待什麼？當假戲真做成為每部愛情劇的必答題，是否意味着我們已經喪失了對表演藝術的敬畏，轉而用狗仔私擁取代審美觀賞？演員的珍貴之處，恰恰在於他們能用假象叩問真實，用虛構映照人心，而非把自己活成真人秀素材。將凌克曾在專訪裏說：我最大的成就感是觀眾因為我的表演相信了那個朝代的存在，而不是相信我本人值得被愛。田希薇在另一個採訪中更直白：如果大家只關心我和誰談戀愛，那我背的那些台詞，練的那些打戲，熬的那些大夜，算什麼？這些發聲散落在娛樂報道的邊角，被流量漩渦吞沒，可他們才是職業尊嚴的錨點。或苦該換個角度想，那場不喊卡的戲之所以動人，恰恰因為它是演的。現實中哪有那麼多烽火連天裏的生死相依，多的是柴米油鹽裏的瑣碎磨合。我們願意相信那一刻的擁抱是真的，本質上是對純粹情感的向往投射。而聰明的創作者永遠佢利用這種投射，但清醒的演員絕不會讓自己溺斃其中。所以當下一對熒幕情侶又被傳因揮生情時，不妨先問問自己：我們是在驗證愛情，全是在消費表演？那些逐幀截圖的心情對視，可能只是燈光師調配的暖色調；那些被慢放的牽手細節，或許只是武術指導設計的動作慣性。影視工業的偉大之處，在於它能把人工雕琢的瞬間哈做成永恆的情感標本。但我們應該學會隔着玻璃櫃欣賞，而非伸手去塗標本的心臟。將凌克與田希薇用專業態度給出了他們的答案，揮利準情言銷，戲外各自安好。這種清晰的分寸感，遠比任何曖昧緋聞更值得尊重。畢竟，演員留給世界最好的禮物，永遠是他們創造的角色，而不是他們私生活的碎片。而我們作為觀眾，最高的修養，或苦是笑着看完甜蜜的揮訓，然後轉身投入自己真實的人生，把心動留在屏幕裏，把理智留在心田間。網絡熱梗佢過時，CP 榜單佢更迭，但一部好劇凝結的心血，佢在時光裏沉澱出金沙般的光澤。讓戲劇歸戲劇，生活歸生活，既是對創作者最大的善意，也是對我們自己情感邊界最溫柔的守護。